大家好，又嚟到與文師傅有個約會啦！哇，今日好榮幸喎，請到正德堂中醫專業診所吳醫師你好。你好啊！飲杯飲杯。就嚟過年咯喎，因為咧12月21號咧又叫冬至，自古以嚟咧冬至大過年，咁好多時我哋啲風水物品啊，甚至乎個人嘅運程咧，去到12月21號咧，其實已經要擺放噶啦。同埋咧，今年12月21號咧，仲要係天赦日添，咁好多人咧屋企都會係執拾下、清潔下啦。運程啦、風水啦，就可以喺嗰日做清潔啦。咁健康咧，係咪都可以咧？因為咧古時啦，醫卜星相本是一家啦，咁就中醫角度咧叫治未病喎。究竟吳醫師啊，12月21號咧冬至嗰日咧，我哋點樣可以善用到呢一日？好啊，咁其實咧12月21號冬至日開始咧，咁由冬至開始個日子到27日內，咁都叫做3-9天嘅。中醫嘅角度咧，我哋要天人合一啦，咁就我哋要順應翻個天時嘅季節咧嚟去做一個養生嘅儀式嘅。咁特別咧3-9天咧，我哋可以用一個食物嚟去溫補翻我哋嘅身體啦，咁令到我哋咧嗰個陽氣提升翻，咁就達至咧呢個冬病夏治、夏病冬治嘅效果㗎。咦，有咩食物可以做到咧？例如咧，我哋喺屋企啦，咁喺呢個3-9天嘅日子咧，我哋需要做嘅就係食一啲當歸山姜羊肉煲啦，嚟去翻呢個養血啦，同埋補氣嘅作用嘅。咁另外咧，我亦都可以飲呢個紅豆薏仁水。紅豆薏仁水咧就幫我哋去濕啦，咁令到我哋嘅身體咧冇咁容易咁攰同埋咁疲累㗎。哦，咁都好簡單喎！呢啲嘢一般都可以街市買到喎。另外啦，頭先3-9天即係19，即係第9日啦；29即係第18日啦；39即係3-9-27日咁解咯，係咯。咁有啲咩複雜少少可以再勁啲㗎？咁我哋平時咧都可以用一個浸腳啦，咁啊浸腳嘅時辰咧就係3朝經9點到11點，夜晚上浸嘅。咁我可以用呢個艾葉啦、花椒啦、山姜啦同鹽嚟去浸嘅，水溫大概37到40度到啦。咁啊期間一定要避風喎，揾條毛巾咧冚住個膝頭哥，令到嗰個溫差咧唔會凍親你腳㗎。啊，幾好喎！充滿草本精華，浸完之後咧，間房咧除咗暖粒粒之外咧，都洋溢住一陣青春嘅氣息，應該瞓覺都會好啲喎，直頭可以安神定氣添喎。係啊。咁有冇啲再犀利啲嘅方法，令到因為無奈啦，我估大家都應該 feel 到啦。差唔多呢段時間，好多人病啊。好多身邊嘅朋友都病緊。有陣時佢就算大病初愈咧，掂佢啲手腳咧都係好冰冷。有咩中醫嘅角度可以再令到佢固本培元多一點咧？係絕對有㗎。咁我哋咧中醫嘅角度咧就係話咧，熱在3伏，凍在3九啦。意思咧即係話夏天最熱嗰3日就叫3伏天，最凍嗰3日咧就叫3-9天。我哋喺3-9天嘅日子咧去做一個艾灸啦，同埋貼一啲敷藥叫做3-9貼嘅嘢喺我哋嘅身體嘅督脈同埋膀胱經，咁我就啲特定穴位度黐呢啲膏貼咧，同埋做呢個艾灸咧，咁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嘅陽氣升發啦，提升我哋免疫能力啦，同埋可以溫陽固脫嘅作用㗎。哦，幾好喎！因為我哋傳統玄學角度啦，冬至一陽生。咁某程度上咧，如果懂得玄學嘅都知道啦，冬至之後咧就個陽氣開始提升。如果假設咧睇通勝嚟講咧，我哋都係睇一個陽頓局啊。咁啊，所以某程度上咧，如果可以提升嗰個陽氣咧，對大家都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啊，咁我想問下啦，咁如果譬如我有啲朋友啦，想嚟揾阿吳醫師睇診啦，喂，識我文師傅有冇啲特別優惠啊？有啊，當然啦。咁如果你以下嘅 WhatsApp，咁你加我哋寫住文師傅介紹嘅講咧，咁我哋會有一個義診免費服務嘅。哦，咁不過藥費咧就記得要俾翻我，係啦。咁你診所喺邊㗎？喺荃灣地鐵站南豐中心10047。哦，都好方便啦。咁就希望大家啦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啦。希望咧嚟緊嘅馬年咧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，萬事勝意，龍馬精神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